是丹宁外套，然后呢，先跟大家讲，尺寸只有 S 到 XL，S 到 XL。那黑色呢，目前只剩下 L 号了，很少，数量很少，但是我们会直接数数量给大家。对，然后蓝色的话呢，就是 S 到 XL 都有尺寸。对，都有尺寸。然后这个呢，没有任何的刷毛，它是做水洗的，有没有渐层水洗感？蓝色渐层到黑色，然后它是那种丹宁棉，所以其实它也没有到很重、不会。里面呢是非常舒服的棉质，然后呢有做帽巾，有帽子。拉链的部分呢，双头拉，对，好好看，这件真的很好看，好帅哦，这件。好帅，好好看哦！我身上这一件是 XL 的，XL。如果是娇小的女生，你可以再往小号 SM 拿这样子，可爱。我来了。